你仲記唔記得以前我哋去飲茶係為咗乜嘢？係為咗嗰份人情味，係為咗嗰種一盅兩件嘅悠閒，定係純粹想揾個地方同屋企人坐低吹下水？但係依家你行入間酒樓，拎起張單睇下，你真係會懷疑自己係咪入錯咗黑店。9蚊一粒燒賣？你冇聽錯，唔係9蚊一籠，係9蚊一粒。仲要係嗰種細到好似縮咗水，好似納米科技結晶品咁嘅納米燒賣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下香港呢種所謂嘅懷舊飲茶文化，究竟係由幾時開始變咗一場專門湯水魚冚住嚟搶嘅連環大騙局。講真，我哋呢一代香港人邊個唔係飲茶帶？記得喺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嗰陣，老豆老母帶我哋去飲茶，真係一件好開心嘅事。嗰陣時啲燒賣大粒到要分2啖先食得晒，啖啖肉入面仲有鮮蝦，咬落去係有肉汁噴出嚟㗎。但係你睇下依家2026年啦，啲酒樓好似驚死你食飽咁，啲點心越做越細，細到好似比藝食咁。最離譜嘅係價錢仲要係以前嘅幾倍。你話通脹加人工我理解，但係你縮減過晒縮到咁，簡直係侮辱緊消費者嘅智慧。大家有冇發覺依家好多打住懷舊旗號嘅新派酒樓，裝修到好似回到1970年代咁，有晒木凳，有晒舊海報，仲有啲咩手推車點心。你以為係去揾返回憶？錯啦，你係去交智商稅。呢啲所謂嘅懷舊，其實只係一個包裝。佢哋將啲喺工廠批發返嚟凍冰冰嘅預製點心放入個蒸籠度熱返，然後就收你40幾50蚊一籠。以前啲師傅係真係喺廚房即包即蒸，依家我咁講，全港有8、9成嘅酒樓，啲點心都係喺大陸工廠做完運落嚟嘅。你喺度食緊嘅懷舊風味，其實係工業風味。最令人把幾火嘅係嗰個加一服務費。以前收加一係因為真係有服務，阿姐會幫你沖茶、換碟、幫你推車仔。依家呢，你坐低，佢掉低個 QR code 叫你掃碼點餐。你想揾個人沖茶，佢叫你自便。你想換個碟，佢眼尾都唔睇你一眼。最經典嘅係，依家好多連鎖酒樓，連嘢食都要你自己去嗰個所謂嘅取餐處自取，或者係由個機械人送過嚟。喂，你收我加一服務費，但係成個過程我係自己做埋侍應嗰份，仲要同個機械人講唔該，你話係咪飲茶慘過被打劫？你呢啲唔係叫服務費，係叫人頭稅啊！你試下想象下，一個60幾歲嘅老人家，佢哋習慣咗以前嗰種人情味，依家入到去，要佢哋研究點樣用手機 scan code， 啲員工唔單止唔幫手，仲要喺側邊黑口黑臉。老人家想食粒燒賣者，點知嚟到係粒細到連牙縫都菜唔到嘅納米燒賣，仲要收佢9蚊一粒，一籠4粒就36蚊，未計加一，未計茶位。如果你係個老人家，你會唔會覺得呢個世界變咗？你會唔會覺得香港呢個地方已經唔再屬於你？我之前去過一間喺尖沙咀，裝修到好懷舊，好似博物館咁嘅酒樓。坐低睇張單，哇，嚇死人！一個蝦餃王要58蚊，入面得3粒，即係平均一粒要接近20蚊。我嗰陣喺度諗，呢粒蝦係咪聽住莫扎特大家？定係佢隻蝦係坐商務客位過嚟香港加？等咗成20分鐘，個機械人慢慢行過嚟。我攞個籠出嚟，一打開，我直頭想報警。粒蝦餃個皮厚到好似張面巾紙咁，入面啲蝦肉死實實，完全冇鮮味。呢就係所謂嘅高品質點心，呢啲就係所謂嘅懷舊。我同你講，呢啲直頭係冚住搶。好多人話香港租金貴嘛，人工貴嘛，酒樓都要生存㗎。呢點我絕對同意，但係你要生存，唔代表你要用呃嘅手段。你收得貴，你啲質素要對得住個價錢㗎。你依家係用低成本嘅預製菜，賣緊高端嘅價錢，仲要扣減服務，
呢種做法根本就係殺雞取卵。你睇下依家啲年輕人，仲有幾多個會願意入酒樓飲茶？大家寧願去食個 brunch， 或者去深圳飲茶。雖然我唔係鼓勵大家上去，但係人哋嗰邊嘅服務同質素，真係令到香港呢啲老牌酒樓無地自容。講到呢度，我真係覺得好悲哀。飲茶本來係香港人最引以為傲嘅飲食文化，係我哋嘅 DNA。以前外國朋友過嚟，我哋一定帶佢哋去飲茶，因為嗰種氣氛係全世界獨一無二嘅。但係依家，我真係唔敢帶朋友去，我驚佢哋問我點解呢粒燒賣咁細粒，我唔知點答。我驚佢哋問我點解我哋要自己拎嘢食仲要俾錢，我亦都唔知點答。呢場懷舊水魚嘅騙局，其實係反映緊香港餐飲業嘅崩壞。當一間酒樓唔再追求食物嘅質素，只係追求點樣利用裝修、利用名目嚟增加利潤，咁佢嘅靈魂就已經死咗。9蚊一粒燒賣唔係最可怕，最可怕嘅係我哋竟然開始習慣咗呢種唔合理嘅對待。我哋開始覺得喺香港食嘢貴、細、差係理所當然。你諗下，如果你係一個30幾歲嘅打工仔，平時返工已經好辛苦，放假想同屋企人去飲餐茶，盡下孝心，結果去到酒樓要排成個鐘隊，入到去又要受壓者氣，食啲嘢又貴又難食，最後埋單要成千幾2000蚊。你話呢種消費體驗，仲邊有人想再去？啲酒樓老闆成日話生意難做，話啲人北上消費，你有冇反省過？係咪你自己首先放棄咗個質素？以前啲酒樓講究嘅係水滾茶靚，師傅會喺凌晨3、4點返去準備搓粉、剁肉、包點心。依家啲經理可能仲早過師傅返去，因為佢哋要負責開反熱嗰啲微波爐同埋蒸爐。如果你問佢哋個點心入面有咩成分，佢哋可能答你唔到，因為佢哋都係開個膠袋就咁倒出嚟。呢種工廠化嘅飲茶已經完全失去咗靈魂。我哋成日講要說好香港故事，但係如果我哋連一粒燒賣都做唔好，連一個茶客都尊重唔到，我哋憑咩去講故事？飲茶唔應該係一場騙局，唔應該係一場對消費者嘅壓榨。我希望啲酒樓老闆真係醒下，唔好再用懷舊嚟做藉口，唔好再用納米點心嚟試探我哋嘅底線。如果有一日香港連一間正正經經、平靚正嘅酒樓都揾唔到，咁我哋損失嘅唔止係一餐飯，而係成個城市嘅文化底蘊。下次你再去飲茶，見到嗰粒9蚊嘅納米燒賣，我建議你直接起身走人。我哋要用行動話俾佢哋知，香港人係識食嘅，香港人係唔會坐以待斃，任你魚肉嘅。其實講真，呢種現象唔係呢1-2年先出現，係由大概2010年代中後期開始，慢慢變本加厲。嗰陣時開始流行咩打卡，啲酒樓就發現，原來只要裝修得靚，啲嘢食做得細細粒，個樣古靈精怪，就會有後生仔過嚟影相。佢哋唔再在乎味道，只在乎個樣 agreeable。結果點？結果就係啲燒賣越嚟越似模型，啲蝦餃皮越嚟越似膠片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，依家好多酒樓嘅菜單，啲名改到好長好圓。以前叫乾蒸燒賣，依家要叫黑松露手作鮮蝦金箔燒賣。加咗黑松露呢3個字，就可以收多你20蚊。但係你食落去，嗰陣黑松露味其實係化學油嘅味，甚至係根本冇味。呢啲就係典型嘅包裝大過內容。仲有啊，依家啲酒樓好鍾意搞限時食飯。以前飲茶係可以坐一成日，一邊睇報紙一邊慢慢嘆。依家你坐低45分鐘，個侍應就開始過嚟收你啲碟，甚至直接將張單擺喺你台面，暗示你快啲走。我想問下，如果連慢慢嘆呢個權利都冇埋，咁仲叫唔叫飲茶？呢種快餐式嘅飲茶，直頭係對傳統文化嘅一種褻瀆。你可能會話，如果你唔滿意，你可以去街坊小店㗎。係，街坊小店確實係好啲，但係喺大地產商嘅壟斷之下，
呢啲小店仲有幾多生存空間？好多由1960年代就開始做嘅老字號，就係因為交唔起租或者後繼無人，一間一間咁結業。剩低落嚟嘅好多都係嗰啲大集團旗下嘅連鎖店，佢哋追求嘅只有利潤極大化，邊度會同你講感情？邊度會同你講品質？我記得我以前識得一個老師傅，佢今年都應該有70幾歲啦。佢同我講，以前做點心係一門藝術，你個皮要薄到透光，但係又唔可以爛，你啲肉要肥瘦均勻，仲要用手剁，先至有嗰種咬口。佢話依家啲人用機器搞，啲肉爛晒，完全冇晒口感，好似食緊漿糊咁。佢講呢番話嘅時候，眼神係好無奈嘅。佢話佢都唔想教徒弟啦，因為依家啲後生仔邊個願意喺個熱辣辣嘅廚房度磨幾年？大家都寧願去做寫字樓或者去做 Food Panda。所以呢個納米燒賣騙局，其實係社會發展到一個畸形階段嘅產物。當人工成本同租金成本高到一個點，老闆就會喺食材同服務度減。但係佢哋唔明白，餐飲業嘅根基始終係人。你無咗個心，你就算裝修到好似皇宮咁，都係冇用嘅。我今日講咁多，唔係想一竹篙打死一船人。香港確實仲有一啲用心做緊嘅酒樓，但係真係買少見少。如果你身邊仲有呢啲良心酒樓，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多啲去幫襯，唔好等佢哋倒閉咗先嚟懷念。至於嗰啲將我哋當水魚嘅黑店，我覺得大家真係要團結啲，唔好再俾呢啲懷舊騙局呃到。你要記住，你俾嗰幾百蚊、幾千蚊出嚟，你係買緊一個體驗，買緊一個尊重，而唔係買緊幾粒納米燒賣。如果一間酒樓連最基本嘅誠意都冇，咁佢根本唔配生存喺呢個市場上面。呢個世界無免費午餐，但係都唔代表我哋要食一餐貼錢買難受嘅午餐。希望下次大家去飲茶嘅時候，可以開大對眼睇清楚，唔好再俾嗰啲裝修同名目蒙蔽。我們要嘅係一份真材實料嘅點心，一份發自內心嘅服務，而唔係一場設計精美嘅大騙局。講到尾，飲茶係一種生活態度。當我哋連飲茶都要計住，連食粒燒賣都要覺得心痛，咁樣嘅生活仲有咩意思？香港人，我哋值得更好嘅。唔好再俾呢啲納米燒賣磨滅我哋對生活嘅熱情。希望有一日，我哋可以重新揾返嗰種一盅兩件、悠閒自在嘅真正香港味道。其實我想再講深一層，呢種呃水魚嘅文化，其實已經蔓延到成個香港餐飲業。唔止係酒樓，你睇下依家啲茶餐廳、茶飲店，邊度唔係咁？一個普通嘅常餐要收你60-70蚊。但係啲嘢食質素仲差過你喺屋企自己煮。以前我哋講平、靚、正，依家係貴、難、廢。大家有冇發現，依家去食飯好多時都要同人並台？你俾緊高昂嘅價錢，但係要同個陌生人面貼面咁食飯。如果係以前嗰種大排檔，咁我無話可說，因為那是風味。但係依家好多連鎖店，裝修到好高檔，但係座位密到好似籠屋咁，你喺度食緊嘢，側邊個人嗨一聲，你都感受到佢啲飛沫。呢種環境，你話點樣可以享受食物？最離譜嘅係，有啲酒樓仲會喺茶葉度做手腳。以前嘅茶位費雖然都要10幾蚊，但係起碼啲茶葉係可以入口嘅。依家啲茶淡到好似水咁，一係就有一陣怪味。你問佢有冇好啲嘅茶，佢就叫你叫嗰啲名茶，一壺要收你幾十甚至100蚊。大佬啊，我係嚟飲茶，唔係嚟買茶葉啊！我覺得最令香港人心寒嘅係嗰種唔憂做嘅態度。啲員工好似覺得你入嚟食嘢係欠咗佢咁，你叫佢加水，佢當你透明；你問佢拎張紙巾，佢好似要割肉俾你咁。呢種服務態度，喺2026年嘅今日，簡直係世界奇觀。你睇下周邊嘅城市，邊個地方嘅服務業好似香港咁惡劣？有人話係因為啲年輕一代唔肯入行，
所以導致人手不足，服務質素下降。但我會問，點解人哋唔肯入行？係咪因為呢個行業嘅工作環境太惡劣？係咪因為老闆只顧住賺錢，完全唔關心員工嘅福利同發展？當一個行業變成一個只追求效率，不講感情嘅工廠，邊個會想投身入去？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其實有很大嘅力量。我哋嘅每一張單，其實都係喺度投緊票。如果你繼續去幫襯嗰啲納米燒賣店，你其實係喺度鼓勵緊佢哋繼續呃落去。只有當大家都識得 say no， 只有當呢啲店鋪生意跌到要去執笠嘅邊緣，佢哋先會反省，先會諗下點樣去改善。我想起我細個嗰陣，屋企樓下有一間好舊嘅酒樓，嗰度無華麗嘅裝修，無機械人送餐，阿姐會大聲叫你個名，問你今日想食乜。嗰度嘅燒賣係用鮮肉手剁嘅，咬落去非常有層次。雖然嗰間酒樓最後因為加租而結業咗，但係嗰種味道我到今日都仲記得。呢種味道就係香港嘅靈魂。呢種味道係唔可以用錢買到嘅，更唔係靠裝修同營銷可以包裝出嚟嘅。如果我哋唔去守護呢種真正嘅文化，最後我哋只會剩下一個充滿納米燒賣同懷舊騙局嘅空殼城市。所以下次去飲茶，如果你見到個燒賣得粒提子咁大，或者個蝦餃皮厚到可以做防彈衣，請你勇敢啲，大聲同個經理講，呢啲嘢唔係人食嘅。我們要攞返我哋作為消費者嘅尊嚴，我們要攞返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品質。最後，我真係好想同嗰啲仲堅持緊手工製作、堅持緊質素嘅師傅同老闆講聲多謝。雖然你哋嘅路好難行，但係你哋先係真正守護住香港文化嘅英雄。至於嗰啲只係想冚住搶嘅生意人，我勸你哋好自為之，因為香港人雖然善良，但係唔係傻嘅。水魚都有醒覺嘅一日，當大家唔再上當嘅時候，就係你哋呢啲騙局完結嘅時候。大家加油，一齊揾返嗰份真正嘅一盅兩件，揾返嗰個真正嘅香港。唔好再俾納米燒賣打劫你嘅生活，唔好再俾懷舊水魚傷透你嘅心。我哋值得擁有更好、更真實嘅美食體驗。